哎呀，我也很久没见过建明了。你这手法有点生疏啊。哎呦，我这不是休息了好几天吗？手有点生了。哎，这店里只有你跟你妈妈，也没雇什么其他人吗？是啊，最近生意不是很景气。再说了，现在这人工费啊特别贵。怎么着？想把这个店给对掉？这怎么会呢？这不是还有我妈妈吗？你看，行了，哎，谢谢啊。没有他的就诊记录，应该是没有使用真实姓名吧？你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编写的软件，只要输入了三锤母亲的身体特征，就能根据医院的病人数据库进行对比和分析了。哎，停！后腿先生。胃癌晚期。杨教授在银行附近抓到了简明。他倒是很会藏啊。三锤理发店毛巾上的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毛巾上的纤维还有消毒水，跟电击死亡现场完全一致，出自一家。阿信，把三锤母子抓回来。是。华龙把简明带过来吧。好。儿子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来，赶紧吃。妈妈忙活了一下午，都是你最爱吃的。蘑菇炖肉，来尝一块。来。我已经出门了。你们约在哪儿见？哎，
这样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有那么一个老板，买了一只大羊和一只小羊。他决定呢，先杀大羊，于是把刀放在了外面，进屋去拿盆儿。可是出来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刀怎么找也找不着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大羊含着泪，舔舐着小羊，而小羊呢，趴在地上，仰着脸看着大羊。这个老板就觉得这母子俩生离死别呢，就不想让这个小羊看到他母亲死在他面前，于是呢，就想把小羊拽走。就在拉走小羊的那一刹那间，发现那把刀就藏在小羊的肚子底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在乎的人去掩饰、去遮掩，可是越遮掩，越容易暴露。我就是凶手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是，算是自首了。快去理发店。是。三水，你承认，你承认。你先别说话。急救中心吗？你先别说话。这里有人需要急救。公安局的各位领导，你们好。这里是。本人名叫三锤，于今年3月17日晚，在公司楼下的树林里杀死了电机。原因是他欺压我，伤害我。不用了。我对他一直怀恨在心，借此机会将他杀死。抛尸后，我又杀死了金奎和华丽，他们都是骗子、坏人。我真是无法再容忍下去了。我对以上做的事情供认不讳，并承担所有的后果。与此同时，我已经无法再面对我的亲人了，只有以死来解脱。特写下认罪书，认罪人三锤。这3个人，全都是我杀的。1命换3命，他们哪一个不该死？我一个要死的人，换了3条人命，值了。尝一块。
你为什么要杀了华丽？乌鸡汤很有营养，多喝点啊，儿子。你为什么要杀了华丽？妈，你疯了！三锤，妈妈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，你为了我，你为了我杀了我最爱的女人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娶一个妓女啊！你以为你儿子是什么？我就是一坨烂泥。不，你不是烂泥，儿子，不是的，儿子，是电击，是电击拖你下水的。是他害你染上毒瘾的，他还跟金奎合伙算计你，你怎么就不知道呢？儿子，妈妈要是不在了，他们会毁了你的。和你没有关系。自然就会懂了。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。以后，你不是我妈，滚！我觉得很好奇，他们到底都做了什么？你要定他们死罪呢？他们算计我儿子。其实他们也够可怜的，就因为他们没有像你这样的母亲。喂？啊？刚才？你看一下。这是他胡乱写的，我有证明，人都是我杀的。三锤呢？我儿子呢？他自杀了。什么？我儿子他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也是他的选择。不！儿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妈为了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。儿子，儿子呀，儿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你不能这样啊！
天起打你妹的仗。寂寞，陌生。